这个中火争议炭烧，台电的董事长亲上火线。台电的董事长讲，中火2号机来启动是中央认定合法的，伊从来都无看过叨一个单位会当自行认定中央的处分无效。伊嘛头一摆来讲重话，讲若一定要甲人定罪，伊愿意来承担所有的责任。 台中火力发电厂2号机点火，嘛点了台电甲台中市政府的建火。一烧几啊天，台电董事长亲身开记者会，对台中市政府发台电做回应。2号机组的运转合法性是没有疑义的。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哪一个单位可以自行认定上级主管机关的处分无效。如果台中市政府一定要有入人于罪，才能善罢甘休。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6月24号，台湾供电史上第一次在6月份突破3700万千瓦的时候，中国2、3号机组就必须要做好运转的准备，以便在7、8月用电的高峰能够发挥及时支援的作用。 现在是非空的季节，并不会对空品造成影响。强调讲，重新启动机组会兼顾到台中的空气品质，嘛无多接受台中市政府将空气污染的责任拢撒予中火。台电董事长杨伟虎公开对台中市政府的话讲，希望回归专业，唔通过政治操纵。